头刷到苗栗。这个馆长徐耀昌昨暝来举办落任感恩的餐会。徐耀昌的太太这馆长娘啊，伫咧台顶咧致辞的时阵，民进党馆长的候选人徐定均的太太捧一束花来到会场，而这个过程当中，甲人舞台前的花篮共弄倒，互怀疑是要来闹场的，第一时间就互请出去了。这徐定均看到画面了后，讲伊真痛心，更加来质疑着徐耀昌用县政府的公家钱办餐会，煞是帮蒋东引咧助选，有贿选的嫌疑。徐耀昌是来背回讲，这个餐会是家己提钱出来办的，无用到公家的1.5银。苗栗县长徐耀昌昨暝举办落任感恩餐会，因太太蔡丽卿伫咧台顶致辞，一个穿白衫、手提花的小姐出现伫咧会场，伊是民进党县长候选人徐定均的太太杨淑琪，伊一个党员无细力去弄倒舞台前花篮。杨淑琪弄倒花篮，嘛影响蔡丽卿致辞，大家拢把关注焦点全部放伫咧杨淑琪身上。有人在这边干什么？没有，他掉下来了。你没有看到他不会掉下来？他掉下来了，叫警察来。杨淑琪解说，毋是挑工的，不过因为气氛太过紧张，才会想要报警。我们要破气暴力，好不好？我们要破气场，好不好？既然有人闯进到会场来闹场。全场拢伫咧发休，杨淑琪手提花也未献出去，就互带出去会场。不应该那么粗鲁的对待你们啊！假感恩真对谁？徐定均讲，县长落任感恩餐会是公开行程，先怎无互因太太要去？嘛，即期徐耀昌用县府的钱伫咧办餐会，佮替蒋东引选举造势，要求检调调查。欢迎所有的候选人来参加，让所有的候选人露脸的机制用这种的方式现场所有的乡亲都不以为然。徐耀昌团队背回讲餐会是家己啉钱办的，嘛提供一张证据，讲餐会举办进行中道，杨淑琪的团电子批邀请大家做来参加，根本就有闹场的行为啦。在中午的时候，他就到处散播啦，他一直说别人是黑道。这种行为不是黑道，什么才叫黑道啊？他真是比黑道更黑道的行为。蒋东引团队嘛来即期讲徐定均财产申报刚好27万，率当三番两次请总统来助选，举办大型的造势晚会，钱是倒位来的？希望检调会当调查详细。